台南在地的企业伟士登科技，对2010年成立到现在，持续投入彩妆品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制作。10年来，公司持续成长，因为订单快速增加，伟士登科技也决定成立全新的厂房。因也特别选择3月8号，也就是因成立的日子来举办新厂的剪彩典礼。会中，市长杨伟特、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合作厂商拢到场见证。那今年也看到非常多的我们伟士登的这个协力厂商以及上下游的协力工作伙伴一起来，都可以见证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是充满生命力，而且挑战不仅是台南第一，挑战台湾第一，世界第一应该就是这样子的隐形冠军。我真的很想，我们如何成立一支叫化妆品国家队，因为女人就是爱漂亮，所以看到化妆品就是漂亮的东西。我们有隐形冠军，如果我们有在一支的所谓化妆品国家队的话，我相信我们台湾真的是能见度更高。这个全新的厂房会使使用的空间大约900平，主要是生产全自动化的智能彩妆生产设备，有股产能会使提升60%。董事长强调，因这创立的10周年，加上新厂的设立，伊也希望未来会使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因为这是一个10年来有成的一个新的厂，那这个厂当然我最大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在未来真的为台湾争光。因为我们在创业的初期，其实在欧美、在世界各地参观人家的展演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台湾其实有点太小气了我们其实很有实力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受到欧美这边的刺激，我觉得我很想要把台湾之光发扬到国际去所以在经过这次的建厂之后，我相信欧美的我们所有的客户、所有的这些同业都会更加发现我们的台湾之美、台湾之光。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伟士登的设备拢伫台湾，无去国外参加展览。这届现场也特别展示了化妆品生产自动化的闪线，充分展示了伟士登科技的优势。今天在我们厂里面，我们为各位所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无人化工厂。那这个工厂的展演也刚好我们所有的展示机都在国内以往这些时候我们都是会去到国外参展的。那今年刚好在疫情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去世界各地参展，那我们就刚好把这些展示设备留在国内。那也趁这个开幕的机会，我们把所有的产线都好好的排在这里。那从头到尾我们会展示一个工厂如何把一个化妆品做出来，那一个工厂如何把一个多色粉把它做出来。那但是最大的差异、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是无人化工厂。董事长表示，伟士登以着出口为主，期待今年会使为台湾争取上少3亿以上，甚至是更较侪的外销。因也会持续将台湾优良的生产设备品牌推广到全世界，同时为台南打造更较侪的就业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